国修过世之后，他的子弟兵在戏剧圈可以说是开枝散叶。曾经在屏风担任导演的黄志凯，创办了故事工厂，努力编导，创造自己独特的价值。还有李国修的干女儿黄玉堂，还有先生也是屏风的演员亮哲，创立了亮堂文创，巡演屏风的经典作品，也带着李国修的精神去开创。他为剧坛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风景？继续是我们的采访报道。咱这么很牛啊，总共有野人啊！没有国修老师，就没有我今天所有的展现。而躺在地上的呢，是在酒廊。他曾经发生过在这片土地上投进去的这个种子，它是在的。好，那请问一下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你都强调我算是个导向状态，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是悠悠的，还要玩吗？再玩吗？眼神犀利，纵观全场，演员表情不对或诠释的台词不到位，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他是剧场导演黄玉堂，曾是屏风表演班的成员，也是李国修的嫡传弟子和干女儿。这天排练的作品是屏风表演班的经典作《三人行不行》。对我来讲，是亮堂不等于屏风，也不可以等于屏风，因为那是国修老师的时代，那我们是一个新的世代，但是我们有他的精神，然后我们会握着这个精神去做开创。在屏风停演后，黄玉堂和亮哲这对夫妻档，2017年共同创立亮堂文创，开始巡回演出《三人行不行》，不仅为32年的老剧本增添新元素，更深具传承意义。黄玉堂在屏风14年，与李国修感情相当深厚。直到他自立门户，才发现撑起一个创作表演团体如此艰困。为了演出，亮哲甚至还拿房子来抵押贷款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这是多么令人害怕的事情。因为每一张票就代表一个数字，然后每一场的数字是多少，才能确定我们的房子拿不拿得回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一次，我才能够让我了解说，哇，原来票房这件事情是这么的残酷，这么的直接。国修老师从以前到现在教我导演，只有一半的时间，另外一半的时间是在他当我加入屏风的时候，他逼我做行政，逼我学行销，逼我写企划，逼我解构剧本。然后这一切他跟我讲一件事，他说一个好的导演，如果你不懂如何经营，你将不能成就所有的人。可是他至少让我知道外面世界不一样，只是你有一天要出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手足无措。演员去习惯这100个 Q 点，不是说进剧场才来原来灯是这样子，音乐这边有，不是的，我们在排练场就要让演员习惯了。带我们到排练场走一遭的是故事工厂的艺术总监黄志凯，他曾在屏风11年，是李国修的得意门生。2013年李国修病逝后，他创立故事工厂，已经推出9部作品，而正在排演的是他自编自导的《庄子兵法》。有时候我在看剧本的时候，自己会一下哭一下笑，是因为我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里面，我会自己在脑中演一遍，然后再透过在排练场跟演员在说戏、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去把我要的感觉，或是我对于角色关系的诠释，来和演员交换意见。成立故事工厂之后，黄志凯自己当家，衡量艺术与票房，他更小心谨慎。李国修3个字是他生命的印记，他带着屏风精神，努力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，创造出独特价值。我会不断的努力，然后认真的创作，透过创作来反省生活，然后会不断的实践老师所教育我们的角色扮演与生活态度，然后不断努力去做到老师另外一个他对于我们做戏人的一个要求，就是看戏修心，演戏修行。承袭了李国修创作的初衷，告别屏风6年来，子弟兵就像一颗颗种子撒向四方，并在不同的舞台萌芽茁壮。对他们来说，努力让笑声环绕在剧场，屏风表演班的精神就永远不灭。记者辜掌文凯晨报道。